呢種意念就係我哋總係喺度畏懼緊乜嘢。我哋人類雖然貌似強悍，但係其實每個人都係脆弱嘅生物。不管面對他人嘅時候係點樣嘅強勢，面對自己嘅時候卻好脆弱。呢一個就係人。但係要面對自己嘅脆弱，接受自己嘅弱點，係一件唔容易嘅事。光係要察覺自己嘅弱點，或許係一件難事，因為每個人都想將自己嘅弱點收起嚟，大家都唔願意承認自己嘅弱點。我哋究竟喺度驚啲乜嘢呢？松浦認為嗰個就係不安同寂寞。生活之中，我哋經常喺度畏懼呢兩件事，但係會感到不安嘅並唔係只有你一個人。呢一個係每一個生而為人嘅宿命，或者可以話呢一個亦都係人活着嘅證據。每個人身上都背負住呢兩種情緒，而且亦都可以話就係呢兩種情緒喺度策動我哋嘅生活同工作。於是佐藤彌太郎寫咗本書，個書名叫做《不能不去改的兩件事》，同大家分享係點樣直視自己嘅不安同寂寞，同埋點樣取得去擁抱佢哋嘅勇氣同堅強嘅秘訣。佢認為珍愛自己嘅不安同寂寞嘅心，就能夠成為足以守護你嘅強大力量。一分鐘閱書嘅書籍，不能不去愛的兩件事，作者松浦彌太郎，由文明出版社出版。喂，喂，入咗呢個啊，我而家影緊嘢。2:40啊，翻嚟精靈一點啊，咁有邵國華同埋張遠君喺度嘅，咁啊亦都咧請翻頭先出現過嘅兩位嘉賓朋友咧再次出現啊，小休一陣之後就有老人科專科